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，寫在他們心上。我要作他們的神，他們要作我的子民。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，說：你該認識耶和華，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，都必認識我。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，不再紀念他們的罪惡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